新台病院眼科部医师林博安表示，泪液大部分拢是由泪腺来分泌，功能是滋润目睭甲清洁，然后再经过鼻泪管的系统引流到鼻道来排出。但如果鼻泪管系统太调的无法度排出，容易造成急性或者是慢性的内囊炎。伫个治疗上分传统甲微创，微创的内视镜鼻泪管气球扩张术，不但会用个片面造成目睭周围的空隙，同时嘛保留周围的组织甲韧带的结构完整。近年来渐渐成为主流。后天性的鼻泪管阻塞的话，一般我们就会看，根据我们临床检查的结果，那看是整个的完全的阻塞或是部分的阻塞。那如果说是部分的阻塞的话，其实一样我们可以使用鼻泪管的气球扩张手术合并细支管的植入，那这个时候其实可以有60%到70%的一个成功率。但是相较于如果比较严重的 case， 那是整个完全的鼻泪管阻塞的话，其实这类型的我们做微创的鼻泪管扩张手术，那相对它的成功率也就来得比较低。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做所谓的 DCR， 就是所谓的泪囊跟鼻道中间的一个造口手术。那这样的一个造口手术的话，就是从鼻子，我们现在可以使用内视镜的方法，从鼻道中间将骨头打开，那得到一个新的通路。那这样可以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成功率。那大约这样的成功率可以到达85%到90%以上的一个成功率。医师表示，鼻泪管塌掉的有分先天性甲后天性，先天性大部分拢发生伫个新生儿。不过，大约有9成伫个1岁以前就会自行来缓解。不过，后天的鼻泪管阻塞，尤其是年长者，因为老年性的退化外伤等，如果长者每天目屎流袂离，就要赶紧来就医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